社熊。专家有你位就是讲咱出来第五个啦。是，大家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过5关拼奖金上侪35000，真够你早登去哦。今日介绍咱两队来宾，我平先来哦。我甲你讲哦，阮这队长啦，讲台语哦，哎呦，甲我惊一跳。是这种哎呦，伊今日要来合适的啦，是，阮这队叫做欢喜来探奖金啦。我的队友叶酸。大家好，安利好，阿兄哦，阿兄，你有凶啦！好，你今日会来，对，是你要来学台语。唔是即马为阮一个学台语，我感觉我会使来参加比赛。嘿，袂歹，有信心无？有啊，因为我的队友都足强呢。啊，台语讲了拢真好，真好，真好，有信心就。你来介绍你的朋友啦。来。你家己介绍家己啦。你是几号？你好，我叫爱水水。是参加那个歌唱比赛。歌比赛，对，是。啊，我是彰化人，所以对我的台语拢是伫下港学的。袂歹啦，第一个我有感觉这朋友袂歹啊啦。会使好，会使好。我有看到差不多5000块啊。会使好。这是朋友 No.1，朋友 No.2。好来，你首先也上过好，我是郭佩杰，我是阿杰哪里？益酸制啊的公公司的师弟，伊是一个真红的网红，网络的创作者，欢迎。好来，我找你朋友 No.3。是，美术姐啊，我是泰迪，我叫泰迪，泰迪，啊，我的台语呢，拢细汉甲阿嬷练小的练大汉。安尼上好，是，啊，我做建筑的，所以常常嘛伫工地咧练小的。伊是迄个射击赛，什么？射击赛，我刚才听过德基赛，射击哇，今天跳舞啦！对，你就搞呢。我感觉今日啦吼，是阮来摇呢，嘿，你讲阮来摇啥的？啊，你咱够有奖金。射击赛，射击赛。哦，好，来咱即马介绍射击赛第2个，来射击赛。主持人你好，我叫 Dennis，因为我做装潢的啦，装潢，所以我拢在工地甲师傅讲台语。袂歹啊，其实我是客人，我本身是客人。赞。啊，我咱即马就换隔壁，好，咱介绍隔壁，隔壁这个吼，哇，即马你行运啊，你知无？你这边是加讲就好，阮这边是加死就好啦。时间有运，对着马国嘿。恭喜！安那会雄声啊？什么雄？我拢是有计划要生，唔是种雄啊。真正即马做爸爸无共哦，心情拢无共哦。真正呢，迄阵囡仔还未出世的时阵哦，你拢无感觉。啊，你看到囡仔时阵，你讲疼啦，怎么疼？疼啦，带袂恁落地啊疼啦，落地啊疼啦，因为即马学费。买迄牛年粉、柳竹啊，迄拢是要开钱啦，拢大条的啦。所以讲你今日来上阮的节目啊，阮要送恁2字啦，来，台语的正字，来，鸡，什么鸡？这花，嘿，花鸡，花鸡无遐尔啊简单啦，嘿，切是一定爱甲排摇好。对，今日要拜托这五个这少年人，无可能，歹势啦，较小牛一好无？新话先啊，等下再讲你花鸡的代志，先介绍，各行各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 Tammy，我做会计，台语拢是听大人伊讲的学起来的。好，来欢迎你哦。好，第二个。朱麒麟，婚礼主持人，是来自我介绍。我是俊，我是做婚礼主持人，所以就是花家进前都爱找我，因为帮你办一个婚礼安尼。是，朋友嘛是交到啊，啊，就婚礼主持人的朋友，对啊，你通啊以前办婚礼拄好，是，嘿，第三位。
第三位这是我上介意的。安娜，哦，伊自较早到今嘛，拢是做业务。哦，迄业务足厉害，来自我介绍一下。来，大爱。我叫陈银杰，嘿啊，我喜欢运动足球，啊，我是做业务啊，我故乡我彰化人哈，所以今日拄到阮乡亲呢，我真欢喜。哦，欢迎欢迎，是欢迎欢迎。上尾这位哦，厉害啊！因两个装潢的，这一个装潢动两个装潢的啦。来介绍一下，来介绍这里。大家好，我是伟哥，我嘛是做装潢的。是，嘿，哦，是，开给。你看大声，你惊无？你才要讲要拍两个足细声的，你一个动两个，你欢迎你咧，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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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趣味。对对对，吼，平时今日看来真温暖呐。嘿，两边拢是朋友来的，无唔对，无唔对，啊，而且这边佫有好代志。是啊，是，会娶某前生生囝后啦，你今日的运气，咱就来看卖哦。加油加油！好，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好，请欢迎咱今天的国文老师林淑琪林老师。大家好，我是淑琪。学台语当着时，会讲会听，互你百面摇。好，一定爱赢，一定爱赢。好，今日的第一回合主竞赛开始。4字斗一字，主持人出题目，题目有4个字，逐字拢会当甲中央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就会当得到分数。上尾啊，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嘿，4字斗一字。大家做伙题，记哦，得。做伙题，啊，咱这分数安怎算？咱这回合有3题哦。这个回合无？嘿，啊，分数较悬，使得到奖金5000块。加油加油！这个5000块，迄个牛奶粉的钱哦，摊起来啦。是讲的牛奶粉甲尿珠啊，拢有啊。小伟，咱请出题。请问，什么丸、什么食、什么汤、什么汤咧？丸食汤汤，好，来中到底什么字咧？请出答，请出答。哎，紧下紧下紧下，下的紧吃。哦，好来这边。饭丸，饭丸，汤。饭食，饭食啊，饭汤，饭汤吼，啊汤，饭汤，哦，啊做久嘞，来来来，饭丸真好食，哦，较饭爱用饭食，是，啊饭汤，啊你这样食饭汤啦，啊香嘛，啊饭汤，饭汤，食饱啊，饭啉汤。食饱完啉汤，不，饭汤是时的饭加汤啊汤哦，饭汤妈妈煮的饭汤真好食。好，来我问老师，老师安尼对唔对？真正。好来，容易第二球咯。哇，这个饭丸哈，就是咱做的这饭团。啊，那早餐店伊也是用准备的，准备饭的哈。啊，咱若有的厝内有无？迄囡仔有当时啊。厝剩的饭，伊就甲订做饭丸，啊看来厝啥物物件，伊就包啥物物件来食，嘿，就是咱的饭团。啊，第二，迄个饭食拄则有讲啊，咱底饭迄支饭食吼，饭汤较唔知吼，饭汤是甲饭啦、汤啦吼，啊甲料拢甲煮做伙一种汤饭。吼，啊，以前做世人吼，因咧挂稻的时阵吼，啊无用汤啊，若无骹手嘛，所以无用汤啊，一手灌饭，啊一手灌汤，所以因就拢规气拢甲煮做伙，嘿，啊，迄个煮做这饭汤，啊，担起吼，迄个这个咧挂稻的做世人食安尼，吼，好，过来迄个饭汤。饭汤有2种意思，一个就是咱咧底饭迄个汤啊，叫饭汤。啊，另外就是咱拄只来宾形容的迄个无，咱形容迄种干那会晓食饭啦，啊袂晓做代志的，咱就讲啊实在有够饭汤的。啊，人哪个讲你讲哦，你这饭汤挂车链哦，迄就比饭汤更加饭汤，啊就是大饭汤啊，吼。饭汤加3级，是，嘿，所以咱这条的答案，饭丸。饭食、饭汤加饭汤，过来，咱这边的骹手较紧的哦，加油哦！加油！骹手到了，带当笑哦。好，好来，上诶，咱请出题。请问，什么墙、什么骹、什么鸡、什么刀咧？哦，墙、骹、鸡、刀哦，中到底什么字咧？来，咱请手答。好，紧来写，紧来想。写完就紧来写哦。嘿，什么鸡，什么刀？加油加油！哦，来，紧来紧来，啊，这个提示，紧来，啊个提示，好提示。哦，
哦，这边较紧哦。枪水，最强，水强，水强，嗯，水桥，水水鸡，水鸡，水鸡，水多，水道，哦，水卡，水卡，嘿嘿嘿，哦，好来做句咧。水强水啦，强水的意思。好，来，这个动物都是水鸡，是田咧跳来跳去就嘿，水跳，水卡，水卡 A， 水卡 B。啊，只有翕一出迄个中破西啊，到主家。哦，到主家，哦，就是水卡，是，水卡真重要。哦，水卡赞的，啊，个来水道，迄强水道，水道头，哎，水道头，是好，所以是水哦。好，老师安尼对唔对？来，恭喜！来分数，今日第2分哦。来，我们来签个老师哦，哈，来，老师开始。好，来第一个水墙，水墙水，嘿，水墙哈，水墙就是迄水对悬的所在，安尼墙落来，就是咱的瀑布，哈。好，第二这个水卡。水卡，迄个咱中破西咧煮食的时阵，伫边仔斗洗菜，吼啊斗切菜洗碗，啊因为常常捌着水嘛，啊骹拢会澹澹，所以呐叫伊水卡。啊伊嘛是中破西的啥助理，所以嘛叫伊二手的。二手的，好，过来水鸡，水鸡就是咱的青蛙嘛，啊嘛有人讲餐甲啊，嘛有人讲四卡，吼啊上尾是咱的水稻，伊有2种意思，伊对日语来的吼。来，第一种意思是船啊，伊咧行的这个水路，水道叫做迄个水道，嘿对。啊，另外一种意思是啥？是迄个咱水道水的线路，比如讲，迄个以前迄山顶无水有无？吼，拢食迄个山水啦，吼，啊，就无牵啥，无牵水道，嘿，所以有这2种意思，吼。所以这条的答案，甲讲一遍：水墙、水卡、水鸡加水道。好，老师解说要真清楚哦。好，谢谢老师。哎，来哦。上尾啊一题啊！加油哦！咱这边哪还未开始啦！加油！来，好，咱袂当搁摆起来，当起来，困势袂当摆出来哦。好，来开始哦！来，小妹，咱请出题。请问什么地、什么位、什么路、什么鸭咧？地位路啊，嘿，中到底什么字咧？来，咱请手答。加油哦！来，给，起来。哦，来，嘿，欢喜耶！来，你写。道路，这条道路真大条，是。道地，道地，是。我会晓讲道地的台语。道地台语，道地啊。哦，道地。好，我听起来敢若滴滴嘟嘟的。啊，再来，搁抄落去。道位。领导大位的道位。道位吗？哦，是啊，最后一个道啊。啊，上尾一个啊。我甲你倒啊过去。倒啊，我气势甲你倒啊，气势甲你倒啊，甲你试过去就对啦。哦，是，哦，我唔知安尼对唔对，我咱来问老师哦。老师，安尼对唔对？解说了真迄个，毋过唔对。机会来啊！真可惜，来。大地，嘿，大位，大位，大路，大鸭，水鸭要鸭，大压力，哦，来，确定哦。我来问老师哦，老师安尼对唔对？大会使无？迄个大鸭袂使。哦，真可惜。再来。有机会无？哦，去看觅，看觅使。我有收到一个，多一个定地，行真定地，放伫遮真定地。哦，啊，过来。定位，这个物件放伫遮真定位。哦，差不多意思。对，过来。啊，定啊。警察定啊！呀，定啊！民众，哦，定啊，镇压啦，哦，定啊，过来，阿罗，定咯，你莫徛伫遐真定咯。哦。
带讲啥的，都差不多，拢差不多，差不多意思啦。咱这个字就是定嘛。对对啊。来，我来问老师，老师安尼对唔对？定就对啊。来，分数先。好，终身开启哦，恭喜你的球啦！好，咱来听老师解说。来，老师。来，其实拄只袂歹呢，解说也袂歹哈。来，第一个定地，定地含迄个定位吼，伊有一部分是相共的吼，就是占地方啦，吼。伊拄只讲迄嘛是吼，就是讲，伊就比如讲咱即摆厝内市内厝拢啊啦，细细间啊，啊你若买迄大型的家具的足啊呐，足定地，就是定地。占所在的意思啦，哈，好，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定地到另外一种意思，就是爱手爱脚。哦。比如讲迄个，阿母伫灶骹咧无闲有无？啊囡仔蹛边仔猪骹抹手，啊，伊就讲啊，莫蹛遐呐，定地啦，不要爱手爱脚，哈，这是定地。啊，定位含拄只迄个定地。地的意思，占地方是共款的意思，啊，共款。好，啊，定路就是啊，定人的啥？人的出入的路嘛，人要过路的所在，人挡人的骹路啦，吼。好，啊，上尾迄个伊莫斟酌者，毋是定压，定压。这是咱台语较困难的，叫做披入声，是爱合开，音甲切断，嘿，啊，这就华语无，所以嘿，定压，吼，用武力来安那来禁止这暴乱，所以你看有无？迄个警察拢安那。定压暴乱暴动有没有？哦，迄个暴乱哈。好啊，以上就是这4个答案：定地、定位、定路加定压。嘿，好，来看分数，来先看咱欢喜这边。今嘛有得到1分袂歹哦。嘿，啊来咱生饺好呢，恭喜得到2分哦。啊，咱5000块奖金要倒一边。来送互咱的生饺好运，恭喜！咱继续哦，哈，今日咱的第2回合，手答定歌机。手答定歌机，2队派出1个人来手答，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隆重进行5条题目。嘿，手答定歌机。是。哦，台语要望看卖啊！是的，手要甲伸入去呀，是哦。你即马你若甲戳落去吼，伊就会变形。嘿，啊，以后真太高诶。袂，这只应该袂太高啦，清气啊，算清气啦，袂尴尬。袂尴尬。好，啊，你对温柔店嘛，伊就袂甲你加。嘿，啊，我要问一个吼，你惊啥？你惊啥？看袂到拢就惊。惊啦，惊哦。哦，囡啊，无简单。无你就甲伊当作是恁人那个戳落去。笑嘞，黑死命个笑。看伊的什么会出来？哎呦！来，咱目睭看头前。嘿，台语望看卖，来，请开始。请望伸落去。看温柔的哦。哦，望看嘛，虾米？今日吃，知影就今日吃。哎呦！哦，Tammy。哦，Tammy 来。尖头。哦，较大声诶。尖头。确定。哦，确定吼。好，来，老师，金头对唔对？恭喜！来有分数。恭喜得到1分哦。枕头，咱的房间，吼，咱在困，大家拢有嘛，吼。是。啊，注意这个音，嘴啊合开，枕，安尼就好啦。枕头，枕头。是，这就叫枕头。啊，你知影你有望到啥无？对，我拄啊打头啊无望到。是。嘿啊，我个知。嘿。哦。可惜啦，无要紧啦。是。哇，你让伊1分啊，1分啊，无要紧。对啦，好，咱等下收，等下摕叫转来啦。好，不要紧，还有人啊。好，咱见换人。一算，你惊啥？我惊昆虫啊。糖啦，糖啊。昆虫。哎，这若无拄好有呢。有啊，哎呦，我是感觉应该有啦。是，我即摆是看到伊老的。有毛毛吗？哎呦，无毛毛啊！飞飞啊！啊，这你的角度看无，我才有看到毛。哎呦，真正假？哎呦，好，准备好啊！来，咱目睭看头前。大大帮。什么东西？知影就记起。灵机。唔是奶子，是另外一个龙眼啊！讲了真好
呢，老师对唔对？我听位咧讲啥，啊，毋过唔对。这款水果的营养价值真悬，伊的台语是咩样讲咧？台语望看麦，请开始。存落去，存落去。大招。什么东西？请知影就记得伊好来。你别讲来。龟言，个边个帮个帮。伊是一个。哦。什么？我知，你知啊？我知。到底像谁？我替你翻译哦。唔是奶鸡，是另外一个。嘿。龙眼啊！讲了真好呢。对啊。嘿啊。竟然讲出这两字。我听到龙眼。你爱决定一种讲法。龙眼啊。龙眼。龙眼。赞。我来问老师哦。来，老师，龙眼对唔对？我听位咧讲啥，啊，毋过唔对。好来，给你。无一个嘛。灵境，老师对唔对？灵境就对啊。对，是灵境。是对，来分数。恭喜哦，得到第2分咯。好，来，咱请老师来解说。好，来，真趣味吼。来，龙眼啊，咱有2种讲法啦哈，一种就是灵应，灵应啦，出来高应应，灵应。另外一种讲法叫做应应，对啦，应应。嘿，啊，你讲的是啥？龙眼啊，龙眼吼，好，这就爱华语人较听有。哎，啊，你拄则甲讲点什么？迄个一个桂圆，你甲翻做啥？对，龟言吼，是迄银银肉啦。银银肉，它的肉，哎，迄个银银干有无？迄银银干有无？哎，咱就桂圆，华语叫桂圆，哎。好，谢谢老师。哦，不要紧，我感觉吼，伊有一个勇气真好，就是伊敢讲，对，伊敢讲安尼做啊，安尼学就真紧啦。是，好，不要紧，咱够后3个人，好，来，咱今日换人。好，来第3位啊！哦，是，哎呦，咱这边拢足大方的哦。是啊，加油啦你！对啊，所以讲，我讲，尽量甲试落去。啊，不过我看到对面，背啊，伊是大魔王诶，怕变怎啦？袂啦，你应该拢袂惊咯。袂啦，金贝啊，你袂惊啦？哎，袂啦。你惊啥话？唔免惊，惊就袂着顶。哎，对，咱学台语就一定爱甲讲，那唔敢就是惊就袂着顶啊嘛，对不？我才刚来参加这活动。哎，对，来，咱准备好，目睭看头前，台语望看麦，请开始。请放，出入去。来，知影就坚持哦。再坚持，好来。我知。我。会计用到的物件。会计用到的物件，啥物件？算盘应该是安尼讲。你确定你碰到的是什么感觉？佮是一粒。细汉咧学数学的时阵，会用到的文具。哦。对，应该是算盘。算盘，确定哦。我感觉是。好，来，老师算盘对唔对？算盘，恭喜！来，分数开始啊！恭喜得到1分哦！来，咱请老师来解说。好啦，这就是咱以前有无主选咧用的迄个算盘嘛，吼，讲咧叠算盘吼，叠算盘有无吼？所以就是咱这有无吼？算盘，嘿是。不要紧，咱还有后2分呢，免惊。好，惊就袂着顶啊！好，今日来换人。我拄啊看到内面的物件哦，是，这较是有影有困难。危险性。危险性，这真正危险性啊！手真的去危险性。嘿，我来问一下，阮的den尼斯，你上惊啥？你做工地应该拢唔惊啦。我惊互伊电着。
伊讲伊惊互伊颠着。哎呦，可以啦，可以颠着。可以颠着。互我颠着哎啦。呀，我先到内底去，手去颠着。你娶某未？阿未啊？阿未娶某，啊你嫁人未？阿未啦，还未。等，阿未娶某，阿未嫁人，啊应该叫做咱讲会颠着。啊对嘛，这坑这个物件真正是赞的啊！我嘛是感觉好掉好啊。唔知有当时哦，姻缘就是安尼来。天注定。是内面的物件无重要。无重要，无咱个提早好啦，系啦。迄手甲手较重要。吼，人甲人之间就是安尼，一个连接，安尼就较袂紧张啊啦。吼，来，目睭看头前。来，台语望看卖，请开始。哎呦！你讲，一直懵掉掉，哎呦！你，懵掉啊！好来，进来。充电器，稍等我想一下。华语会晓嘛？华语会晓。是。台语叫充电的机器。充电的机器。什么物件？手机的充电器。充电器。好，来，老师充电器对唔对？充电器就喷射咯。所以有另外一种讲法啦。好，来，第二数。随心冲。随心冲。好，确定。确定哦，确定哦。好，来，老师是咪随心冲？好，顺利掉。老师哦，来，老师，这就是咱华语讲的行动电源啦，啊，拄则我感觉伊安尼解说嘛是有道理啦，哈，所以好对啦，好，啊，咱迄个嘛会当讲直接翻译行动电源嘛，啊，嘛人讲随身电源，因为早的身躯边嘛，哈，啊，较简单的讲随电嘛有人讲啦，嘿，所以因为这较新的物件，甲无固定的讲法，所以无定你的随身枪，大家感觉真赞，就我甲你用落去嘛，无一定哦。谢谢老师。恭喜哦，要紧，咱搁加油，加油！好，来，起来，好啦。是，即马好运的起来啊！是哦，查某前生囝哦，而且搁确定囝伊下，哇塞！啊，你会惊啥？我即马就惊无欢喜。这是正确的哦。系啊。是，啊，毋过内面的物件哦，我是感觉，恁无啥会惊呢。无啥会。算简单呐。简单。系啊，算简单。就算简单。但是爱望我招运呐。嘿。望我招运。招运呐。啊，嘛是共款对较温柔的啦。吼，重点就是安尼嘛。会叮当啊。会哦，会叮当哦。会叮当哦。不过伊袂出啥物有接啊啥拢袂啦。袂。好，来，目睭看头前。哎呦，啊，讲出来是啥物哦？卡。嘿。为什么你感觉是这种球？因为篮球迄有一粒一粒的，哦，一粒。啊，卡球伊是较摸起来较筋骨，迄丝滑去，啊，一块安尼啊。哦。好，来，老师，卡球对唔对？这题拼奖金1万块，倒一队会赢咧。咱台语望看卖，请开始。哎呦，啊，讲出来是啥物哦？是啥物哦？是啥物哦？来，高言。是倒一种的哦？卡，嘿，哦，卡球，用卡的。卡球，是确定。为什么你感觉是这种球？因为篮球迄有一粒一粒的，哦，一粒。啊，卡球伊是较摸起来较筋骨。迄丝滑去啊！系啊，筋骨啊，筋骨啊，筋骨啊，啊，一块安尼啊。哦，又讲到重点。好，卡球。卡球。好，来，老师，卡球对唔对？恭喜！来，没错。恭喜这个得超哦！全部好啊，谁叫红啊？这就是咱的足球嘛，哈。啊，迄个这大家较，迄个一般来看的地方差不多会晓讲啦，哈。卡球，啊，咱注意迄用字就好，迄个卡，是一个足部，啊，一个交通迄个交，哦，这是咱台语的正字，哈，卡球的卡，哈。好，谢谢老师。感谢老师。
有影运气有够好啊啦，是是，转去哦，甲某搁较少一个，因为伊互你好运啦，这囡仔嘛互你好运啦，好，毋过啦好运哦，咱即马都要来看分数啊，好，来两位先请回。来，咱先来看咱这边，咱的欢喜很奖金。哦，目前有2分哦。哎，真好真好。啊，来，咱这边生囝的咧。哦，有3分啊。哦。所以这一回合1万块，你倒位？爱送互咱的生囝有好哦。继续哦，进来咱的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斗阵拼输赢，拢总5条题目，2对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进行5题了，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来，咱即摆来看者目前的奖金是，吼，看咱这边的，因即摆还搁等咧欢喜的时阵，是，还未趁着，嘛是一个爱心啦，吼。啊，来咱这边的咧，然后咱这边足好运的已经15000块咯。哦，所以咱这回合偌济？咱这回合总共有2万哦。咱若变盘，咱这边欢喜的这边吼就2万块，嘿，啊若这边若恁赢，搁他去就3万5。是，好，拢了解啊哦，来开始啊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倒一个词会当形容人真爱讲一寡有诶无诶 ？A. 教话 ，B. 假话 ，C. 加讲话。来，恁有10秒的时间，到底是教话、假话还是加讲话咧？讲一寡有诶无诶啦。是，讲人讲一个人真爱啥？真爱讲有诶无诶。对啦。来哦，加油哦，这简单啊，5、4、3、2、1。好，来，咱请示答案。哎呦。哦，来这边是 A C C B B， 哈，这边是全部拢 A。哦，这边真有把握无？哦，我来问一个，来，我感觉 B 甲 C 差不多共款。嘿，教话是就讲足济，就爱讲，啊 B 是个假话，假话是一个讲一个有诶无诶物件。哦，你感觉？唔是这学少。唔是这啊，少是讲一寡就有诶。对，就是有诶无诶。有诶无诶，了解。对。好，不过我来问一个，哇，加讲话嘛有诶。我感觉一个人讲迄有诶无诶，就是你加讲一寡话啊。是。所以我惊死啊。是，所以恁这组是因为甲风险甲分开。对，意思差不多啊。啊，电力数你选的是高话，就是拄仔讲的分散风险。对，无人紧我就爱紧这。吼，这边 A、B、C 拢有啊。对。这边是安怎全部拢 A 咧，来，队长。这我真确定啦，因为有咧看电视的朋友就知影，人常常有迄妈妈伫咧甲媳妇讲，迄媳妇拢爱讲一寡有诶无诶，伊就会讲。卖较教话，卖教话，就是你卖讲一寡有诶无诶。假话就假话，我是较唔知，是讲较卖讲话诶意思啦。加讲话就是有一条歌，毋是讲你若是什么加讲话，念就出代志，卖讲伤多话，啊无会出代志。迄拢无共诶。这个题哦，就 A、B、C 拢有啊。对啊。啊，到底是哪一个咧？咱来看一个哦，哈。来，正确的答案是。是一个失败，嘿，咱先休困一下哦。假话就是拜托人替咱传话。比如讲，你要来参加咱全家有智慧的节目啊，伊就讲，你若撞到咱的制作人啊，撞到咱的2位主持人，就爱甲因讲哦，恁这节目是有够赞的，有够好的哦。不是，就是讲传呐，叫你替伊传话，替他传话，这叫做假话。什么是假讲话？哇，咱拄
只迄个生囝有好运的，哇，咱的迄个国宪兄吼，伊解说了真好吼。咱迄个这就是讲一寡啥嘞？一寡无应该讲的话，叫做假讲话。所以咱蔡秋凤小姐所唱迄首《金包银》内底就有讲啥？你若是假讲话，伊内底是我若是假讲话，啊对啊呐，你老钱你出者来，嘿对，真好吼，所以迄是讲无应该讲的话，啊教话就是足爱讲话啦吼，啊话拢啃袂掉，爱讲一寡有诶无诶，所以咱这条的答案是教话。好，谢谢老师。哦，来，即马3种话拢知影啦，吼，拢知影意思啊啦，吼。好，不要紧，咱虽然剩一条命，咱嘛是继续甲因战咯。好，来麻烦替我试一个后一题，来，小伟，咱请出题。请问拜拜时爱烧香，所以做香的人吼，嘛有一个守护神，恁敢知影是倒一尊神明呢 ？A. 关圣帝君 ，B. 保生大帝 ，C. 九天玄女。好，来，恁有10秒的时间，来看者是关圣帝君、关圣帝君，还是保生大帝，还是九天玄女？好，来哦，加油哦！好，来个4、3、2、1，好来，时间到，咱请起答案。这我拢知。好，来，好来，咱这边哦，这个是 Dennis， 你是感觉是？我用3去法，安怎讲？因为关圣帝君，关圣帝君啊，伊就是武君嘛，武君嘛，啊，保生大帝是生囝的，哦，大道公啦，保生大帝，啊，九天玄女应该是。降肉迄个嘛，降肉，降肉就是用香就对啦。伊甲香较淡薄仔会合关联哦。啊，咱今麦来看这边的，好，这边是 AACCB， 哇，嘛是3个答案拢有哦。吼，我今麦来问一个，咱问咱的，静，嘿，你选 C。嘿，阮嘛是甲对面共款用3去法啊，阮即组行爱讲，恁两个绝对有问题啊！哎呦，做伙，你啥人唔敬你敬伊，你又拢听伊的，哦，是安尼哦。嘴大富贵，无唔对，所以你嘛是用迄个甲微调3去法啊，跟阮5条命嘛，所以就平均小分配一下。好。我来问阮先拜，你选关圣帝君呢？关圣帝君是财神爷，是啊，要烧香的人，你就要小心啊，保庇我大趁钱，身体健康哦。所以哦，就是一般的人做香嘛是要保庇讲我身体好哦。啊，所以你就要拜我关圣帝君武财神关圣帝君啦。哎呦，安尼嘛有道理哦。好，咱来看一个，正确的答案是。恭喜！一条命留落来，咱这边 AAB 麻烦先休困一下，请一个失败。其实咱拄则阿伯啊，咧讲迄个关圣帝君有无？是财神爷，这是对的啦吼。啊，迄个是迄个一般做生理的啦，吼，也是做警察的啦，吼。啊，黑道的嘛有咧拜啦，是关圣。啊，迄个这保生大帝吼，毋是生囝，医神，医药的，比如讲中药店啦，吼，迄个中医师因拢会拜，吼。好，咱伫拄则你嘛有讲到迄个，咱2022年啦，第旧年吼，金钟奖的时阵，这颁奖典礼，啊有一个足有名迄个网庆就是网红啦，阿汉有无？伊伫遐模仿迄个什么800公尺，啊降落有无？哈，啊迄个因为足亏害的嘛，所以就真侪人对这啥九天玄女足好现的，就讲伊到底是何方的神尊嘞？吼，好，来伊吼迄个咱民间吼流传讲这香是这个九天玄女伊安那在生的时阵为着要
伫因阿爸的病，啊他发明这个香的，所以伊就互人尊称做香妈，香妈。啊，你看咱咧拜拜的时阵是会安那拜拜，安那甲啥？你著甲你心内的这个期待甲愿望讲互啥香妈啦，也是这个天顶的神明听嘛吼。所以9天献礼就正做咱祭香业因的祖师爷，因的守护神。所以这条的答案是9天献礼。嘿，好来，麻烦甲我试者，后一题咱搁继续哦。哦，紧张，刺激。来，小妹，咱请出题。请问。野柳的女王头真有名，你敢知影女王头这个名是安怎来的 ？A. 观光局要来出境观光的 ；B. 英国女王署名的 ；C. 摄影展作品的名称。观光局就是要互人来这所在，所以就互一个名，互大家好记。拄好伊就是迄个女王头嘛，啊就安尼好。因为台湾甲英国无啥物关系。哦，英国女王为调，所以删去啊。阮两个人嘛，一个 A， 一个 C 啊。真侪所在拢是讲我翕起来，亲像啥，啊，就叫啥物名？是正确的答案是。野柳的女王头真有名，你敢知伊的名是安怎来的呢？好来，恁有3秒的时间。促进。嘿，是到底是观光局还是讲英国女王？哦，安尼就不得了啊！是摄影展作品的名称。哦，来，捌想过呢。4、3、2、1。好来，时间到。来。咱请起答案。哦，这边是 A， 哦，这边是 AC， 哇！你感觉是观光局？因为就是西，迄粒头就西安尼嘛。是。啊，但是观光局就是要互人来这所在，所以就互一个名，互大家好记。是。对啊，拄好伊就是迄个女王头嘛，啊就安尼好。好，来，我问这边，你嘛是感觉观光局吼？我们删去法啦。哦，你嘛是微调的。啊，因为台湾无甲英国无啥物关系。哦，英国女王微调。所以删去啊，阮两个人嘛，一个 A， 一个 C 啊。是，拢无人要选 B。来，可怜的。啊 C， 你是感觉是摄影展的作品？翕相起来，真侪所在拢是讲啊，我翕起来。亲像啥，啊，就叫啥物名？哦，这嘛是有道理啦吼。好来 A 甲 C 鸟，加油！咱来看一了，正确的答案是 C。失败。来，嘿，感谢。哦，加这边留着啊。好，来，咱听老师来解说。好来，野柳是咱北台湾真有名的观光景点，即嘛有真侪外国游客拢会来吼。啊，其实这原来本地是一个小小的渔村尔吼，无啥人知影。就是因为女王头这张相片，互伊穿起来吼。好啊，这张相片到底甲啥人有关系呢？甲捌做过咱星光三月，就是星光三月的董事长吴东兴先生，吴东兴吼，伊个先生伊安那含有关系，伊读大学的时阵就做销这个摄影吼，啊伊安那无意中发现讲，迄阵吼，阁有啥海防咧顾，就是有军事管制迄个野柳吼，伊遐的地理景致真水真特别，所以伊。一个小纸伊就安尼来来回回走50-60纸去翕啦，吼啊！伫台北办一个摄影展，叫做《被遗忘的乐园》，互人办袂记一个独行野柳，吼啊！因为迄个其中的一张这个相片就是啥女王头，
吼，啊，这女王头呢，互大家去注意到啥？注意到野柳的水。野柳的特别，吼，啊，就是因为安尼，野柳它成做国际有名的啥观光胜地。好，来，今晚看一下分数。哎呀，嘿，看咱这赚奖金的啦。系啦，恭喜哦，今晚是零分。爱心啦，爱心一个。好，来咱这边好运的咧。也够1分哦，真好。所以讲奖金伫倒位？奖金伫咱好运的这边，今晚有35000块咯。有想要甲35000块摕转互恁某无？哇！好，咱就要进来的小记，我来排。俗语我来排，当中有5组的题目，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1票1000块，奖金就互恁全家砸转去。小记我来排，哎，全家抽奖金无？奖金偌济？35000块啦！好，来，咱今晚麻烦摆一排，一个来拢通啊讨论哦。加油哦！大声讨论不要紧哦，你要第几个？说你哦。好，来。第4个。好，第4个。好，来，咱请开始。后边会使甲讲哦，来，起来。好嘛一句，什么嘛一句？拍第一个拍。OK， 好来，红亲什么亲？老婆啊，拍车恁。无亲。无亲。啊，这个人，目什么人上中？目科。目睭。嘿，过来。灰。啊，咩咩？目睭。要正确过来。放屁什么人？安高兴。安高兴。啊，这个。生什么有事错？生龙怕过。恭喜哦，无简单，这几句拢无介好讲吼。来，第一句，好也一句，歹也一句，意思讲讲好话嘛是一句啦，讲歹话嘛是一句，意思叫咱啊加讲好话，吼，他袂去得失人。第二句，翁亲母亲啊，老婆啊，拍车恁，吼。翁亲母亲是讲翁仔某伫遐汤干蜜甜啦，啊放啥？放家己的老母跋倒吼，啊伫涂骹带拍车恁嘛无咧甲顾啦吼。好，第三句，目睭金金人相中，啊目睭金金，甲你看有无？啊毋过啊人拢无多叮当，表示破病了足严重，吼，啊咧形容啥？拄到代志的时阵，伫遐想无办法通处理，吼，迄种意思，吼。来，第4种，放屁安狗心，吼。放屁互狗偏啦，吼，啊，互狗假讲吼，伊有屎通食，吼，意思啊，凊彩甲呐安搭一个人，好，来第5句，仙人拍鼓有时错，咱一般拢会接一句啥？骹步打叉写人无，意思就是讲，只要是人，难免拢会安那犯错的意思。谢谢老师。哎，袂歹，讲者即个奖金偌济？就剩25秒，所以奖金有25000块。好，咱即摆进来去颁奖，颁奖！来，恭喜25000块啦！哎呦，赞！拄则因迄落算个俗语，我来排啊。其实咱嘛不要紧啊，因趁着奖金，咱趁着啥？咱嘛通啊来试看卖，练习看卖啊，对不？而且阮这 app 免钱的哦，嘿，免钱的哦，嘿啊，真侪款呢，你通啊试看卖。对，真呢，吼。哦，真水。是。请开始啊！来，请开始，一个来哦，3、2，一个来哦。好，来，来，什么？慢题。好，来，换第2个。做什么？贴本，公亲啊，公亲。啊，对，来，抬头安怎？3手，正确，过来。细汉头，大汉头，看牛，看牛，正确，好来，就出讲我来，哇，啊你都袂有啊，就出别吼，而且你厝诶，通啊算的时阵啊，你通啊一直练习，练习过来，对，是，好，今日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感谢咱林淑琪林老师辛苦了。专家有地位，到底表达意，嘿，互你大家拢欢喜，再会。
谢国恒哥哥，哎呀，恭喜哦，得了奖金了，恭喜，得奖金，哎，麦哥，谢谢啦。